舊年咧就剝一隻牙，生牙瘡。我剝咗之後咧，佢就要我鑲翻佢，但係好貴啊！香港鑲牙要25000蚊。那麼李女士，我們能看到她的牙齒其實都不太好，但是她很重視，所以她的牙齒該補的都有補。這邊是做了根管治療，然後這邊左邊下面缺了一顆牙。那麼缺完牙之後，我會發現她的牙齒就會往這個缺隙的地方倒。那麼我們就要建議她盡快的進行種植，把這個空間佔住，讓它不倒。經過朋友介紹，我嚟呢度呢個德貝美口腔就種牙，原來真係好好喎！呢個服務真係好好，因為比我預期中係好安全，同埋好有規律性咁樣去做嘅。人咧好驚係上咗牙醫嗰張床嘅，我完全係冇呢個感覺，好安全，好啊！我希望你哋個要種牙嘅朋友、街坊都好嚟呢間德貝美口腔做呢個牙啦，非常之好。